繼續講咧50年代香港文學裏邊嘅話題。咁今日講嘅作家咧，亦都係一位唔係經常被大家討論嘅作家，就係書巷晟。咁啊，講書巷晟咧，咁我請咗吳廣太先生咧，就同我哋分享書巷晟嘅故事嘅。太好，大家好。咁啊，首先我都要介紹下廣太啦。咁廣太當然係即係我嘅學生啦嚇，咁就但係佢而家就喺台灣咧，就研究院度讀緊書啦。咁啊，做緊香港文學嘅相關嘅研究。咁之前都喺而家改咗名嘅啊，曾經叫工大啊，就係客席嘅講師。咁所以都對香港文學都有好深厚嘅研究，而且都好開心，即係當時一齊去研究書巷晟啦。咁亦都你都繼續去喺啲研究之上繼續去挖掘有關書巷晟嘅部分。咁呢啲都係好有意思嘅地方。咁我哋難得有個機會啦，去講到50年代嘅香港嘅作者啦。咁所以就請阿太過嚟講下書巷晟。咁啊，書巷晟都應該係一位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嘅作者。係冇錯，書巷晟其實好多人都會話好中意書巷晟，或者喺好多嘅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去閱讀嘅時候，都可能有機會閱讀到嘅，即係可能佢啲作品啦，會喺小說選啊，或者有時喺課外校外選讀嘅讀物入邊都會見到。咁但係去認真去閱讀書巷晟，或者去認真研究書巷晟咧，相對就比較少咯。即係係啊，同埋我哋話佢可能好多時都係我哋唔少嘅香港文學研究者啦，或者作家心底裏邊咧喜歡嘅作者。咁但係佢係咪即係大家覺得哇殿堂級啊，攞出嚟話好重要啊？又未係大家去咁樣去講嘅。咁所以我就成日都覺得有個落差喺度，係嘛？即係好似其實佢個重要性可能仲未被足夠咁去講述咁。咁啊，亦都因為之後我哋都會講到啦，有啲出版嘅原因啦。書巷晟嘅作品咧，幸好係仲能夠流通喺市面。咁啊，之後一陣間我哋都會講到。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咁嘅原因，所以書巷晟大家仲會買得到睇得到啊。係冇錯，呢個好難得嘅機會。書巷晟嘅作品仲可以喺市面上出現，因為其實書巷晟佢創作嗰個年代好長嘅，即係你可以最早揾到嘅作品係30年代，我哋喺立報上邊會見到佢嘅作品。咁佢當時嘅筆名就係用黃樂呢個筆名去寫啦，寫好多關於即係有啲小説、詩評或者係一啲新詩嘅一啲嘅作品。咁但係都係喺戰前嗰陣時去發表嘅。咁之後其實佢就去咗逃難，因為當時2次大戰啦。咁佢就逃難就離開咗香港，去咗桂林。之後戰後佢就去過唔同地方啦，即係又去據我所知嚇，因為我根據佢寫嘅文章或者寫嘅詩之後，佢會寫完一首詩，又會記個時間同個地點嘅。有啲嘅地點可能係台灣啦，有見過有見過越南都會有，即係你會見到佢喺嗰段時間，即係喺40年代嗰段時間，係喺唔同嘅地方，即係喺亞洲啦，即係東亞唔同嘅地方不斷咁樣去遷移啦，不斷咁轉嚟轉去咁啊。佢最終都係1948年翻嚟香港，咁所以對佢嚟講，早年呢一段嘅經歷係可能係對佢往後日後嘅寫作係好大嘅影響。係啊，一般我哋理解好多香港文學作者咧，都會覺得一定係50年代嘅南來作者啊，或者佢喺大陸出生啊，然後走難啊點。書巷晟好唔同啊，係書巷晟唔同，佢係香港走難翻大陸再落嚟。咁其實好早期嘅研究，即係可能係80年代嘅時候，佢書巷晟啦都有俾人誤解過佢，佢係南來作家，寫得咁好，肯定係南來啦。誤解係南來嘅，佢可能都係因為可能佢會睇到相關就係佢都係喺經過走難係啦，走難翻落嚟喎咁樣，所以就覺得係南來。咁但係其實日後有好多唔同嘅人啦，包括書巷晟自己啦，或者日後好多研究者都講翻，其實佢唔係喎，香港作家，香港本土土生土長嘅作家嚟嘅喎，咁樣，所以呢個係好有趣嘅，即係香港文學係其中一個好有趣嘅部分，就係我哋好容易啲資料會遺忘唔見咗咁樣咯。係啊，嗱，個人嚟講咧，點解我對書巷晟有獨特嘅感情？就因為我細個喺柴灣長大。咁而咧，書巷晟其實係筲箕灣人嚟，咁我細個亦都有住過筲箕灣好幾年，咁所以一睇書巷晟嘅嘢，實就覺得，哎呀，真係好似即係自己同鄉咁啊，即係好有獨特嘅味道。咁啊，即係佢都有寫到即係啲即係我哋話東區或者香港嘅風物或風貌嘅作品。係我諗如果係最出名嘅，應該係
鯉魚門的霧啦，鯉魚門的霧呢個作品，其實最早咧我揾翻咧就應該係喺天底下呢個雜誌度出現嘅，應該係1951年出版，天底下出版呢個雜誌。佢當時用嘅筆名咧係秦可，仲未叫書漢城嘅。咁呢個有一個你話秦漢係嘛？秦可可以講而家。我覺得呢個有一點即係可能即係如果有興趣書漢城嘅朋友可以留意咧，就係佢嘅筆名有好多。即係我暫時揾到啦。佢就應該有42個筆名嘅，暫時揾到嘅42個，其實都比較多噶啦。咁佢喺50年代主要都係用2-3個筆名嘅啫。第一個就係秦可啦，即係發表鯉魚門的霧嘅。第二個咧係秦西陵。秦西陵呢個名咧都同鯉魚門的霧有關嘅，因為鯉魚門的霧喺頭先講啦，喺天底下雜誌出咗，咁佢之後係再結集嘅，就係一個叫做史星淚影微笑嘅呢個青年小說集編，就再收呢篇小說。咁當時用嘅名咧就係秦西陵。咁佢50年代呢兩個名係最常用嘅。咁通常如果你睇翻啲回憶文章咧，都會知道就話啲老作家去回憶翻嘅時候都會知道佢叫秦西陵，佢之後先改名做書漢城。可能早啲嘅人會認為西陵係最熟悉嘅筆名都唔定，咁啊熟悉佢嘅人就嗌翻心存啦，係嘛？咁都唔定。咁啊，但係後來大家都越嚟越覺得即係書漢城，仲要可能就係近幾十年翻嚟越嚟越多人講用書漢城呢個名。係，因為我覺得可能係同佢本作品有關。佢喺60年代初嘅時候有本《太陽下山了》，又係一個著名嘅作品啦。佢嗰陣時就用書漢城呢個名，咁佢可能就係呢個名開始，佢就比較多人知道認識佢，由秦西陵、秦可變咗做書漢城咁樣咯。嗱，我又咁樣去講啊，即係我哋睇一啲香港文學史啊，或者一啲嘅觀點咧，佢哋有講過書漢城就係鄉土文學作家嘅代表啦。咁你又點樣去理解或者去睇翻説？我諗如果係咁樣，我諗好簡單啲啦，用《鯉魚門的霧》呢本書呢本作品去講啦。咁其實如果同各位有睇過《鯉魚門的霧》呢個小説咧，你會發現其實佢入邊唔係真係好話好似鄉土寫實主義嘅好正常嘅寫實主義或者鄉土嘅風格去寫呢個作品。有一個最重點嘅就係個霧嘅出現，即係入邊你睇個小説入邊，佢有好多霧嘅。一開頭嗰個場景其實就已經講霧嘅。佢一個我覺得係寫得好好嘅地方就一開頭，佢話佢由佢嗰個西灣河啦，一路講，話成個嘅地方咧就好似俾霧一個網咁樣包圍住。咁其實呢一個如果你擺入去寫實主義嘅話，冇可能會用到呢個咁我哋叫有詩意嘅寫法去寫。同埋你會發現咧，會當佢一個心情，即係嗰個小説嘅主角梁大貴，會當佢去到一個心情嘅轉換或者情景嘅轉換嘅時候，佢都會有霧嘅出現。咁其實霧就好似佢嗰個內心嘅狀態嘅反應一樣，去不斷咁樣重複出現反映住佢嗰個主角嗰個心境心態。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好現代主義嘅創作嘅一個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好寫實咧？但係其實唔係。但係你個故事嘅背景你感覺咧，可能會好寫實嘅。即係例如可能會話佢翻嚟佢過咗去15年，翻嚟香港之後翻嚟西灣河個場景完全唔同晒，所有嘢唔同晒咁樣。咁你覺得好似好寫實，好似講緊一種懷舊咯，我哋叫懷舊嘅味道。咁但係其實如果你仔細去睇，其實唔係咁簡單講懷舊嘅，因為例如又一開頭嘅故事，一開頭嘅時候，你會見到佢講佢慢慢行入去由西灣河電車路啦，慢慢一步一步行入去嗰個碼頭嗰度，你會見到佢講話西灣河電車站一落車，見到嗰啲金鋪嗰啲嘅鋪頭即係買啲可能比較貴嘢嘅鋪頭啦，佢覺得話係同15年前一樣嘅。呢啲鋪頭唔係佢最關注嘅鋪頭。咁其實呢個位其實就已經講得到城市變遷嘅發展喺對當時嘅書漢城嚟講，佢關心嘅唔係一個重點，而係佢嗰個。如果你睇翻呢個作品，佢重點咧係嗰個身份嘅問題。即係佢點解會佢明明係一個香港，即係佢係土生土長啦，雖然係水上人咁，但係佢都係喺即係個小説嘅主角雖然係水上人啦，但係佢點解佢即係住咗香港咁多年，但係離開咗之後會覺得香港唔同咗咧？並唔係嗰啲環境改變令你覺得唔同咗，而係覺得佢喺呢個西灣河入邊嘅身份嘅喪失。
係啊，同埋咩嘛，即係有新香港人啊嘛，即係佢去到嘅時候已經有另一啲嘅人住咗喺佢嗰住嘅地方，咁佢土生土長出嚟嘅。就甚至乎啲人問佢你邊度啊？你過嚟做乜嘢係嘛？佢仲要講出嗰個名句，我是新來的啊！即係呢個江來，我是江來。係啦，即係話都唔知點樣去俾人解釋呢個已經非佢心目中面貌嘅西灣河呢個地帶。咁而家嗰度叫應該係叫咩？愛蝴蝶定係愛秩序定乜鬼？總之就係已經填咗海啦。係愛秩序灣。咁譬如我年輕嘅時候，嗰個碼頭仲係喺度，咁其實非常之大量嘅漁民喺嗰度生活嘅。咁而由西灣河到筲箕灣，其實係一個嗰個嘅避風塘嘅兩端嘅一個位置。咁其實就你就可以沿住嗰度一直咁樣去睇到嗰個變遷。咁如果你有留意孫運成嘅作品，即係大家有睇咧，你就一定會驚訝於咧孫運成對於東區嘅技術嘅即係查深同準確。咁有時候會覺得，即係孫運成你要睇東區嘅話，孫運成係一個不能迴避嘅極重要嘅香港文學作者。係冇錯。咁啊，呢點的確係緊要。咁仲有咧，仲有邊個作品你覺得值得分享下？我想再講多少少《鯉魚門的霧》啊。係因為《鯉魚門的霧》其實喺香港文學史上面都好有趣，因為佢有因為《鯉魚門的霧》係我頭先講啦，50年代出版㗎嘛，即係50年代開始有呢個小説。咁但係其實喺60年代嘅時候咧，係有曾經俾人去盜用愛嚟比賽嘅，參加文學比賽、創作比賽，做攞冠軍2次。10幾年冇人記得㗎啦，係嘛？就攞去再改咗個名又記過係嘛？係啦，呢個好重，我覺得呢個係好有趣嘅。第一個係1960年就係青年樂園嘅一個比賽，第二個係1965年中國學生週報嘅一個徵文嘅小説比賽。咁呢個係佢一開頭佢哋編輯係唔知嘅，就登咗呢個係一個我冇記錯啊，佢當時投稿嗰個人應該係一個中學嘅女嘅老師嚟嘅，咁佢就投稿就去比賽咁樣啦。咁佢公佈咗出嚟咧，就好快就有人同佢講啦，就有人同編輯部講，哇呢個其實係之前一早已經發表過嘅咯，喺天底下俾你抄襲喎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個好有趣嘅就係當時嘅中國學生週報編輯啊，阿吳平佢有講過，佢話佢點解我哋可能我哋當年即係我就佢哋而家佢哋嗰陣時啦，可能閱讀嘅時候咧，可能係有啲位我哋係冇，即係有啲類型嘅作品或者有啲類型嘅我哋係冇睇到嘅。咁但係其實香港文學有，即係當時嘅文學係有好多值得我哋去睇嘅。我哋而家應該係再去重睇翻不同類型嘅文學啦咁樣。咁我呢個其實好有趣，我哋諗嘅就係點解呢篇小説係講孫運成喺戰後經歷過大嘅災難翻嚟香港之後嘅身份喪失嘅問題嘅小説，會喺1965年呢個時間係會覺得係一個值得去睇嘅一個小説咧？咁會唔會係呢個小説喺50年代嘅時候，喺60年代睇都有另外一番嘅對佢哋嚟講係有另外一番嘅風味，或者對佢哋嚟講可能有一啲嘢係吸引到佢哋去重新認識呢個小説？咁如果係咁，我就覺得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啦，可能都幾多年啊？70年前係嘛，差唔多70年前再去睇呢個小説嘅時候，我哋係咪會得到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呢個係文學好有趣嘅地方咯，即係可以超越咗一個時間啊，係啊，所以我覺得《鯉魚門的霧》係值得我哋再去閱讀嘅一個作品，係同埋週報編輯們或者後來70年代嘅一個大嘅可能對於本土嘅第一轉覺醒啊，即係你話對香港嘅重新理解。咁孫運成嘅作品擺喺嗰個語境，就係覺得，咦係喎，係咪我哋對自己嘅社區啊、對地方啊，或者對啲離島啊各種嘅地方了解係咪唔夠咧？咁可能都有喺嗰個年代都有新啟發都唔定。除咗我哋話即係《鯉魚門的霧》之外，其實都仲有啲作品值得同大家去講啦。尤其係你正話講到佢曾經離開咗香港一段長時間，冇錯，其實都係佢有將佢經歷寫低。係冇錯，呢個其實都係個經歷，其實有寫低嘅。咁就係喺艱苦的行程。咁艱苦的行程呢個作品係好有趣啦。佢喺70年代呢本雜誌，即係由李怡編輯嗰本70年代啦，嗰個雜誌嗰度連載嘅，去講佢戰時罹難嘅經歷，由離亂嘅經歷啦，由佢喺香港一路講三分一篇章就喺香港嘅。我冇記錯係70年代重量級嘅發表嚟喺裏邊，即係擺喺啲緊要位置。佢應該係第一篇比較有份量嘅報告文學嘅連載，係啦。咁佢就當時就三分一係講香港，之後就講佢點樣由香港逃難嗰段經歷。咁呢個其實
我哋都有寫個文就講佢嗰個歷史嘅部分啊，即係講佢點樣個逃難嘅路線啊，呢個係我哋考證過啦，咁樣都其實其他嘅文化人都有行嗰條逃難嘅路線，由經呢個西貢咁樣一路點樣去坐船，又去大鵬灣，點樣之後再離開香港咁樣。你話呢條即係東路嘅路線，有條西嘅路線啦。係啦，東路其實係比較艱險嘅，因為海路比較多，風浪比較大。最近啲新聞都有買過玩嗰啲咩直立板，咪飄下飄出去嘅。即係就係嗰度周邊嘅一啲嘅路線。咁要喺嗰度逃避日軍走難翻去咧，係真係稱得上艱苦的行程。係啊，艱苦嗰段好艱苦啦，同埋中途係有好多除咗日軍之外，有啲土匪啊嗰啲咁嘅路線。咁呢個佢就將佢寫低。咁其實佢寫低點解會記低咧？都可能同當時有啲關係啦。70年代嗰個社會嘅氛圍有啲關係。咁佢再寫低。咁其實佢孫岸成其實佢本身佢係有一個嘅筆記簿。呢個筆記簿咧就係佢當年佢走難嘅時候所記低嘅一啲資料，咁我哋即係嗰本筆記簿仲喺度嘅，即係漢成嫂，即係孫岸成嘅太太啦。漢成嫂咧仲有保存呢本筆記喺度。咁呢本筆記係好值得，即係如果想理解一啲孫岸成嘅經歷啦，或者可能係理解嗰一代人逃難嘅經歷，我覺得都係好值得我哋去睇啦。咁而點解我哋即係講艱苦的行程啊嘛？點解要講下艱苦的行程咧？其實呢個其實同鯉魚門的我覺得其實有關係。因為呢個係佢嗰個戰時嘅經歷，係影響到佢點樣重新翻嚟香港啦。佢點樣去再睇呢個香港咧？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咁但係其實有好多人可能會忽略咗呢個部分。尤其即係艱苦的行程最初喺筲箕灣一路想嘗試走出筲箕灣啊，一路行去西灣河嗰條路啦。咁我自己東區人啊。咁啊，成日我哋後生嘅時候有句説話咧，就叫英雄被困筲箕灣，即係未知何日到中環。咁佢真係寫得咗係好艱難，無啦啦就即係行條街都又要同日軍鞠躬啦，又要面對防空洞轟炸啦，又要走難啦。可能出到嚟你住咗喺附近身邊嘅老友記就已經死咗一兩個，即係咁樣嘅一個狀況之下，咁嗰度嗰種寫法嘅第一手資料嘅呈現啦，同埋佢嗰種深刻嘅面貌啦，係睇過都好難忘嘅，真係好勁。係，同埋講佢走難啦，即係講佢去到中途佢哋冇錢啊咁樣，就要賣嘢啦嘛，咁去收集人哋可能有啲過咗身嘅人嘅一啲衫，就攞去賣啊，或者咁樣啦。即係佢好辛苦咁樣去啦，佢又會曾經有做過老師啦，即係去嗰啲農村鄉村去到啦，因為佢識字啊嘛，即係佢都係讀書讀當年嘅英文嘅學校啦，咁都識字，咁就去都有教書啊咁樣。即係你睇到嗰段嘅行程係真係好艱苦。佢哋諗下全程係用腳去行喎，可能咁啱有啲車佢哋會截順風車啦，跟住去啊咁樣。咁佢當年佢都話佢呢段旅程入邊佢識咗好多人，即係例如可能秦牧，咁佢都係當年佢都有認識到秦牧啊等等。佢話有見過艾青啊咁樣，佢都有見過。咁所以其實呢個對佢嚟講，佢有即係因為呢本艱苦的行程入邊咧，佢有講話佢曾經個故事，即係嗰個作品裏邊有一段咧，就講佢病嘅，好重嘅病到爭啲就係死啦咁樣，即係真係經歷咗生死，除咗戰爭以外啦、貧窮啦、病啦等等各方面嘅嘢咧，對佢都係影響好大。但係點解我哋會講即係艱苦的行程係咪一本小説咧咁樣？但係其實佢喺佢嘅前記入邊有講嘅，佢話呢本其實係佢真實嘅經歷嚟嘅，即係可能佢入邊嘅人名可能改咗啦，咪可能私隱問題唔可以用翻嗰個名。咁但係佢入邊發生嘅事咧，係真係有發生過，佢先至寫落嚟。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即係我哋可以當係一個戰時嘅經歷，去將佢寫翻出嚟，即係親身嘅經歷。咁當你睇完呢個經歷之後，點樣面對住生死啊、戰爭啊、朋友嘅過世啊、親人嘅離開啊，一個世界大環境嘅改變之後，當佢離開咗香港大概8年嘅時間。親身翻嚟香港之後，個感覺點解會唔同咧？你就會好明白佢嗰種點解會對香港嗰個人香港人嘅身份嗰種失落嘅即係香港人身份失落嘅感覺，佢會出現咗。係，同70年代尤其早期嘅時候都係好火紅嘅，都係保釣運動啦，就係啲美國嘅
留學喺美國嘅即係華裔嘅留學生就發現一啲美日嘅條約嘅一啲更動，發覺影響到釣魚台啊一啲嘅問題，咁亦都喚醒譬如孫漢成呢批人親身經歷過日本侵略嘅即係第一手嘅受害者，就佢好難好容易咁去接受日本而家係你朋友冇事，即係嗰一套外交嘅説法。所以呢一批人佢喺嗰陣時佢用報告文學嘅模式話俾你知係真事去寫日本嘅事咧，其實係對於我睇嘅孫漢成都特別，因為孫漢成平時同政治都有啲距離，即係佢都唔係好中意介入好多世事或者時事，咁所以嗰一次嘅寫作，我覺得係佢嘅特例嚟，即係好特殊嘅一件事，咁我都值得好有價值。咁可以講下，即係你覺得孫漢成有咩好重要嘅特色可以分享下？孫漢成嘅最重要嘅特色，我諗可能係佢嗰個50年代嘅時候嘅書寫，因為其實孫漢成可能我哋認識佢，除咗《鯉魚門的霧》之外，可能就會去到佢70年代嘅詩。咁50年代佢嘅小説主力佢係寫小説，咁當時有好多用粵語書寫嘅題材啦，或者係好生活化嘅啲題材啦。咁呢個係我哋值得去諗嘅，就係點解喺當年我哋重新去認識50年代嘅時候，我哋係好簡單，可能去睇一啲歷史書啊，或者係一啲相片啊咁去認識嗰陣時代歷史。但係如果睇孫漢成50年代一啲嘅小説，我哋可以從日常一個50年代嘅小市民嘅生活去即係發生嘅事情啦，去睇到當時50年代真正嘅香港究竟係點嘅咧？咁可能喺啲文學記載上邊，可能比相片啊，或者比歷史書更加真實啦。係啊，咁啊，即係好感謝吳廣泰先生，就係要講一傳咧。咁啊，嚟同大家分享孫漢成嘅一啲嘅故事。咁我覺得孫漢成嘅作品咧係好值得大家睇，即係就算喺當代睇翻，而家睇翻，如正話你所講嘅，都仲係好有價值。咁啊，觀眾唔好行開啊！有機會我哋下一個禮拜咧會同大家再分享另外一位作家。我亦都希望有機會我哋之後再講多啲孫漢成。好啊，好，拜拜，拜拜。大家好，我係吳廣泰，今日想帶大家睇下孫漢成嘅作品。孫漢成喺我哋香港文學入邊係佢嘅創作嘅跨度係非常之長，由佢30年代好早期到佢90年代佢晚期嘅時候，佢都有作品喺唔同嘅報章上面刊登。佢唔同嘅時期所創作嘅內容都有所不同，佢分別有包括我哋可能比較熟悉嘅小説啦，或者係新詩，又或者係我哋可能比較少談及嘅散文。而新詩係佢70年代，我哋好多都會討論佢關於一個香港都市嘅一啲嘅詩作。而散文可能係佢90年代比較多，可能一啲報章上面啦，80、90年代報章上面比較短小嘅散文。而佢小説，我哋通常都會講幾個比較有名嘅，對孫漢成嚟講係好比較著名嘅小説，分別係《鯉魚門的霧》啦，一個短篇嘅小説，50年代寫嘅；另一個可能比較有名嘅就係《太陽下山了》，喺60年代去創作嘅一個長篇嘅作品。而另外都仲有一個係70年代所創作嘅《艱苦的行程》，係講佢點樣喺香港2次大戰嘅時候喺香港逃難嘅一個經歷。而今日我要帶大家去閱讀嘅就係《鯉魚門的霧》呢個故事。《鯉魚門的霧》呢個故事喺香港文學入邊嚟講呢，都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價值喺入邊嘅，或者有個特殊性，我哋可以咁樣講。點解咁講呢？首先，第一，佢係有曾經俾人盜用過去參加文學創作嘅比賽獲獎，分別係喺60年代啦同50年代都有曾經被盜用過嘅。而第二就係呢篇嘅小説喺我哋講香港不同嘅小説選入邊，即係例如劉以鬯先生所編嘅《百年小説精華》入邊都會有收錄呢篇作品。而呢篇作品係值得我哋去一讀再讀嘅。咁呢篇故事其實講乜嘢嘅呢？呢個小説其實個故事就好簡單，係講一個水上人梁大貴，佢經歷咗好多事情之後，15年後離開咗香港鯉魚門，重返鯉魚門去睇翻佢成長嘅地方嘅一個故事。梁大貴係一個水上人，而我哋去睇呢個作品嘅時候，我哋亦都可以諗下佢離開咗香港，同孫漢成
佢戰時離開咗香港嘅經歷，而當佢50年代重返香港之後，而呢個梁大貴又或者係蘇漢成點樣去睇呢個香港？而呢個小説入邊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佢同一般可能我哋叫寫實主義嘅小説有一啲唔同，佢入邊有好多內心嘅變化，而我哋要閱讀呢個作品嘅時候，就特別要關注就係霧嘅描寫。蘇漢成喺50年代嘅時候寫咗好多同霧有關嘅作品，例如佢有一個嘅短篇小説集《霧香港》，就係咁樣啦。咁我哋今日就睇睇鯉魚門的霧入邊嘅霧係咩呢？主要係睇霧同埋佢點樣去睇翻呢個回到佢故鄉嘅一個心境。我首先閱讀一個呢個鯉魚門的霧嘅文章嘅開頭，等大家有少少佢點樣去寫呢個香港同呢個霧嘅一個關係。好，鯉魚門的霧，蘇漢成。日出東山啊，雲開霧又散。但你唱歌人仔幾時還呢？呢個其實係一個嘅水上人家嘅一個歌嚟嘅，我哋叫鹹水歌，係用鹹水話去唱出嚟會比較好嘅，係啦。咁一開頭嘅時候呢，係講一個霧點樣包圍住一個鯉魚門，霧喘着氣，在憤滿地吐着一口口煙，把自身包圍着。那包圍的網像有目的地，又像漫無目的地，循着一個大的混圓體拋開去，擴散着，纏結着，或者來來去去的，在低沉的灰色的天空下打滾，一秒一秒鐘地把自身編成一個更大更密的網，偶爾碰上了大浪灣外向上噴射的浪花時，它霧的網便會無可奈何似的稍一迴避，似乎讓開一條路來了。但很快地，等那突而來、毅然而退的浪花由白色的飽和點，那火火向上濺起的水點，隨着一陣嘩啦的哀鳴而敗退下來，還原成海的一部分。藍的時候，霧喘着一口口氣的霧，又慢慢地向海的平面處降落，伸出展開，從四面八方，霧是重重疊疊地滾來的啊！從清水灣，從將軍澳，從大浪灣，從柴灣，從九龍的山的那一邊，霧來了。霧集中在鯉魚門海峽上，然後向筲箕灣的海面拋放出它的密密的網。呢一段其實係講到霧呢一個情況喺香港嘅情況。其實呢一段入邊咧，佢寫個霧嗰個環境就好似一個網咁樣包圍住成個鯉魚門海峽，啲網係四方八面咁樣湧嚟。其實呢個亦都係作者當時嘅一個心境。呢個霧喺佢嘅心目中，其實就好似個網咁樣，佢嘅心態好忐忑嘅，好迷茫嘅，好似唔知點樣好。而佢蘇漢成喺呢個作品入邊，就呢個嘅開頭，去慢慢帶到入去個主角梁大貴嘅出現。而我哋睇下一段，霧包圍着埠頭，霧包圍着坐在埠頭邊的一個石級上的梁大貴，霧也彷彿包圍着這個15年來生活在海洋上的老海員。這時候那份異樣的心境，載着太重的記憶。現在他40歲的梁大貴的心在向下沉，向下沉。呢個你睇到其實蘇漢成係霧嗰個關係同嗰個主角入邊嗰個關係係一個好密切嘅一個關係。而呢一種霧嘅睇法，其實亦都係當時佢對未來或者對香港嘅將來嘅一種嘅
好迷茫啊！即係當佢翻嚟之後嘅迷茫。點解會話佢有一種迷茫嘅感覺呢？其實佢喺戰時嘅時候，翻戰時嘅時候曾經離開過香港，去過唔同嘅中國大陸入邊唔同嘅地方，亦都去過東南亞唔同嘅地方，例如越南或者係台灣，佢都曾經有去過嘅。咁喺一個流灑喺天地之間，去完唔同嘅地方翻嚟，孫漢成經歷咗呢個咁多年嘅時間，翻返嚟香港之後，發現而佢所身處嘅香港同佢當年所認識嘅香港係有所分別嘅。而我哋好重點嘅就係地方其實可能唔係一個最大嘅一個改變，而係佢個內心，即係佢對家嘅呢種感覺嘅一個改變。而佢覺得孫漢成覺得可能喺呢個地方入邊，佢個家可能有啲唔同咗，或者係有啲嘅改變，令到佢係覺得好無奈，或者係覺得好唔適應嘅。我點解會話佢係可能係地方上對佢嘅影響唔係好大呢？我哋可以再睇下一段，孫漢成佢寫呢個梁大貴點樣行入去鯉魚門，即係個筲箕灣西灣河入邊嘅一段短短嘅一段，我哋可以睇到一輛向東行的電車，把他帶到他即係梁大貴那個像往常一樣的筲箕灣電車總站。他看也會多看一眼總站旁邊的鋪戶，雖然他們有了很大的改變。他擦過還是老樣子的街市，直走進鄉鎮式的又狹又長又古老的東大街去。那街還不是他要停留的街。那街上的洋貨店、金鋪，後來不曾在他的記憶裏留下過什麼，甚至現在他對他們還是陌生的，正如他們15年前就同他陌生一樣。呢度其實就講到好明顯，就係好明顯，就係佢嘅城市嘅發展對佢嘅影響，其實唔係真係咁大。佢所影響佢嘅並唔係一個城市發展，或者一個都市嘅消失，或者一種懷舊嘅心情，而係佢對家嘅一個想像嘅一種嘅改變。而佢入邊其實都有講嘅，入邊嘅鋪頭可能同佢15年前係一樣嘅，但係佢本身喺15年前佢都唔係佢嘅重點嚟嘅，而15年後對佢嚟講都唔係重點。而佢所關注嘅點其實就係佢個家嘅問題，佢個生活成長嘅一個地方，喺個地方嘅即係個成長嘅空間嘅一個嘅失落，並唔係一個城市發展嘅帶嚟嘅一種嘅空間嘅改變，而呢個空間係對佢嚟講係一種心靈上嘅一種嘅失落，並唔係一個實際上或者係都市發展啊實體上嘅一種嘅失落。而孫漢成係喺當時其實係好唔適應呢一種嘅心情嘅，即係呢一個嘅發展對佢嚟講，其實可能都係佢係未適應到嘅。點解會話係未適應呢？喺呢個作品嘅最後入邊，呢個亦都係我哋成日講《鯉魚門的霧》呢篇小說入邊一個好重要嘅位置。而呢一篇嘅小說入邊呢一句，亦都係成篇小說嘅一個關鍵嘅一個好重要嘅位置。我稍稍讀一讀呢一段，大家就會明白㗎啦。咁呢一段就係講佢有一個嘅女性啦，就一個水上女性問佢係咪要坐船過去對岸，而佢嘅動作就係咁嘅。她把頭抬得高高，她做夢似的望着遠處鯉魚門海峽上那還沒完全散去的霧。啊，霧去了又來，來了又去的，15年啦。之後佢就答一句，我是剛來的。他迷惘地自己和自己說，他的嘴唇在微微的顫抖着。呢個其實我哋要諗嘅係，既然佢係土生土長，即係當時係喺嗰度出生喺度長大，離開過嘅時候，點解佢會話佢係剛來的呢？而呢個剛來其實就正好就反映出呢個嘅城市，即係呢個佢對家嘅概念係已經同佢所認識嘅家係好唔同啦。一個城市可能一個香港當時嘅發展喺50年代，可能係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社會環境嘅因素啦，
又出現咗改變，而同佢喺當年30年代去少年嘅時候成長嘅時候係有所不同嘅。而呢一個小説入邊所用嘅就係用霧呢一個意象，佢講得出佢對當時香港嘅一種嘅不確定性，同埋佢對家嘅呢一個迷惘性，就係點樣去睇呢個當時嘅一個香港呢？而書漢城係呢個小説係比較早期嘅作品，係1950年嘅時候所創作嘅一個作品。而當時啱啱書漢城只係冇耐翻嚟香港，咁而往後一路書漢城一路喺50年代創作好多唔同嘅小説，例如有一啲嘅可能係同日常生活有關嘅，佢慢慢咁樣從呢個日常生活嘅創作啦，慢慢喺度生活翻，去掌握翻佢呢個香港人嘅身份嘅一個慢慢出現。我可以咁樣講嘅，喺1960年代嘅《太陽下山了》呢個作品，其實呢個作品嘅故事嘅背景其實都係50年代，而呢一個作品呢，《太陽下山了》呢個作品呢，其實就係書漢城喺50年代經歷咗一種對社會啦、對香港嘅迷惘之後，最後佢得出嚟嘅一個嘅結果，即係點樣去承認或者係點樣去重新去建立佢香港人喺當時嘅50年代一個身份，而喺《太陽下山了》呢，就係嗰度體現到出嚟。書漢城嘅作品非常之多，佢用嘅筆名亦非常之多。咁由於時間嘅關係啦，今日只能夠帶大家去選讀一篇嘅作品，但係佢嘅作品係值得我哋香港文學嘅愛好者去一去閱讀嘅，亦都好感謝花千雪出版社啦，一路不斷咁樣將佢嘅作品繼續去帶俾大家。好，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